呢個男人為咗幾千美金，居然將迷因幣紋喺額頭度。加密平台 Pump Fund 新功能引發人性鬧劇，最後個男人仲差啲俾人走數。平台最近推出賞金任務，有人出價40顆 SOL 代幣，約幾千美金，要求挑戰者喺額頭紋上指定幣代號。一位印度窮苦男子 Arifu 為咗改善生活，竟然真係走去紋身，喺額頭正中央永久留下一串字，點知背後竟然係地獄騙局。男子紋完先發現兩個崩潰真相：第一，發起人俾嘅代號原來係錯嘅，搞到佢額頭留咗串錯字；第二，發起人見到相後竟然拒絕付款，想白嫖人哋嘅尊嚴。網民極度憤怒，主動發起同命迷因幣眾籌，最終幫佢籌到數萬美金，令佢因禍得福，意外暴富。一場平台創新變成踐踏窮人尊嚴嘅道德風暴。面對呢種瘋狂嘅賞金平台，你會支持定杯葛？留言話俾我知。